救主探我心腰幼记。这首诗歌的作者吼是一个英国的音乐家，伊伫15岁开始到25岁，他都一直在生病，时时都在卧床。但是呢，上帝给他的音乐上的感动呢，从来也没有停止过。所以呢，伊伫会使出来服侍的时，伊伫教会伫主日学的服侍20多年，尤其是对青少年甲主日学的这个年龄层的囡仔，特别有迄个负担，常常用圣诗、用诗歌来鼓励因、勉励因。所以这首诗歌就是伊的心，伊的心志哦，常常拢咧在内心里面在立志。咱所敬听的蔡牧师吼，蔡发奇牧师，顶几工啊过身吼，伫安息主怀。我昨昏听甲牧师娘伫讲的是吼，伊讲牧师伫初中的时候，就立志要做一个传道人。这一路行来数十年，我甲伊伫降乐的服侍，差不多有15年。伊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典范，主忠心的仆人。伊较上尾的是，伊目睭吼左眼都已经水肿了，但是呢，伊到我去的时候，我要甲牵伊讲唔免，啊上楼梯落楼梯的时候才甲牵着，其他唔免吼。啊，伊伫讲道的时，尤其是到后面，非常有让人家非常的感动哦。啊，所以呢，伊伫一生的这传道的生涯中，真的是进城了。他真的是非常的安息哦，在主的怀里。牧师娘讲，伊伫困的，伊半暝起来看伊3遍吼，伊拢困较真好，毋知影讲伊已经是去安息主怀吼。啊，其实伊毋是口腔癌的关系哦，伊是心脏哦，心脏塌着3条啦，吼啊，因为尾仔手术喙的时才发现吼，医生讲他袂赴啊，已经先处理这喙的代志吼，啊，心脏下面才过来创，啊，结果就是因为安尼吼，所以真好困倒去啊安尼，所以这是牧师娘讲这是感谢上帝，就是神有他的美意，就安然归座，享年86岁。所以伊就细汉吼，伊就来立志要做一个传道人。所以呢，我们其实也一样，我们在我们的合场里面，我们的工作在家庭当中，我们也是一样可以尽心尽力的尽我们的本分一样，跟牧师一样，他的精神是一样的吼。所以咱用这个心志来唱这首《救主探我心腰幼记》。就1、2、3、4。救主探我心腰幼记，我欢喜奉献予你，一切在良的道理，归属你尽我一生，主耶稣。我虽小咧被困我，还我罪孽真重罪恶，你会听满我心灵，无论倒位救主找我，路途只可你引带，愿你。我所最疼的记，只有爱在你之心，出我性命，落我性命，一切交代主无惊。感谢主，咱过来团练信息98首，圣诗98。我住故乡拿撒勒，这首诗歌的作者嘛是英国的一个牧师吼，伊真爱囡仔，嘛真爱写迄个囡仔册吼童书哦，所以呢，伊对于做这个圣诗，做这个写册中间，伊每一个动作哦，伊拢在祈祷啦。所以讲，伊
阮伫即首歌内底，我主故乡拿撒勒，用个看会出伊对上帝会听甲迄个颂赞吼。所以我想着讲，咱上帝甲咱诶关系到底有偌好吼？其实伊嘛，咱嘛是有看伊，咱对伊的有没有饥渴慕义的心？你对伊冷冷啊，我想伊嘛对你冷冷啊。所以咱对伊有饥渴慕义的心，伊嘛是对你毫不怎样。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人一样好处都不缺。我们来唱这首《我住故乡拿撒勒》。大日光做耶稣，目见过这小路，你只是上帝来好，心是快乐情愫，圣家的。就第一节就好，就第一节就好。哦，咱来唱71首。我心俄勒只管上帝，咱唱第一节。是地下的默默，来救我，来救我。
耶和华是我的光，是我的拯救。我要行一锤。耶和华是我活命的气力，我要行一锤。遐个做歹的人就是我的仇仇，我会对敌来攻击我，要食我的肉。迄时因就丢踏跋倒。虽然有边军阵营要攻击我，我的心也无惊吓。虽然掀起刀兵攻击我，我犹原自在。有一项事，我要对耶和华求，我犹原爱得到，就是一世人徛去耶和华的厝，看伊的阳光，照亮伊的殿。因为患难的日，伊要暗箭保护我，伫伊的帐位内，将我放伫伊的布边较密的所在，举起我伫石盘点。当我的头壳得到举起，较悬伫我的性命的对立。我要伫伊的布边献欢喜的祭，我要吟诗，也要唱歌学乐耶和华。耶和华，我出声求告你的时，求你听；搁求你怜悯我、应我。你捌讲，恁伫翕幕见我的面，迄时我的心对你讲：耶和华，我要翕幕见你的面，毋通对我黄你的面，毋通生气来赶你的奴仆。你便所是我的帮助，救我的上帝啊！毋通放杀我，也毋通离开我，因为父母离开我，耶和华要收留我。耶和华啊，求你沿你的道路指示我，因为我的对敌的缘故，带我伫平坦的路，毋通将我交予对敌，食因的心愿。因为懒散感情的人起来攻击我。因也吐出凶恶的话，我若毋信，伫外人的地得到看见耶和华的恩惠，就伫下绝望，就听候耶和华，就勇壮，你的心就坚固，实在就听候耶和华。咱即摆来吟献诗71首，献诗71首，我心学乐至高上帝，请起立。
议员徛地，用书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坐。咱即摆来考验28篇，就是诗篇139篇。考验28篇，诗篇139篇。咱迄着咱同齐来考验。耶和华，你已经监察我、捌我。我坐落去，我徛起，你拢知。你对远远在我的念头。我行路，我倒伫面床，你拢详细知。我一切所行的，你也深知。耶和华，我是所讲的话知。你伫我的前后为我。看手伫我的顶面。即款的财目奇妙，我袂会测度。真悬，我袂会到。我要去倒落，想披你的心。我要到倒落，闪避你的面。我若上天，你伫遐；我若困伫阴间，你也伫遐。我若剃开前早的湿，飞到海的极头来徛起。就若伫遐，你的手也要引带我。你的正手也要牵我。我若讲黑暗要压抗我，搁四围的光要变做暗暝，就黑暗也袂压抗我，互你无看见。黑暗暝亲像你是发光。黑暗甲光明在你看拢是一样。上帝啊，你的意思对伫我到遮宝贝。迄个少爷到遮多，我若要算伊，比海沙较多。我困精神的时，游玩甲你三角伫地。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试验我，知我的意思，看我有啥物歹所行无。带我行永远的路。咱即摆搁来因圣诗98首，圣诗98首。我主故乡拿撒勒，请起立。阿
请坐。当咱同心来祈祷，听阮的阿爸的上帝，阮要五罗你，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万物拢倚靠你的恩典伫地。你听阮，伫阮游玩做罪人的时，你就使你的圣囝耶稣基督降生伫这星球，完成世界的救赎，叫一切信靠伊的得到永远活命。主啊，世人今日经历无数的灾难，身悬血氧的惊吓，阮看见阮的兄弟肢体伫这大患难中，阮心中着急伤悲，求你怜悯拯救伊伫你的百姓，像以前以色列民伫旷野中，你为因备办吗哪泉水一样，也为着现今受难的人开一条路。当大水泛滥的时，耶和华坐着做王，直到永远。你要赐气力，予你的百姓；赐平安的福，予你的百姓。伫这天灾不断的时日，我要搁较亲近你，搁较仰望你。主啊，阮特别为着亲爱的兄弟姊妹身体有软弱的来祷，求你扶持、怜悯、医治，也为着全世界受到肺炎影响着的兄弟姊妹、宣教师，还佫因的家庭的人来祈祷，也为着一切因为家己所疼的亲人、家园所信赖教女的肢体来祷，求你使因得到安慰以及拯救。亲爱的上帝，求你支持甲阮敬虔的林牧师同在，互伊今日所要透放的信息，成做阮的帮站。我安尼祈祷恳求，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即摆来看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约翰福音第1章43节到51节。约翰福音43节到51节，我用台语和日本来读。过几日，耶稣要去加利利，拄着腓力，就甲伊讲：对我。腓力是伯赛大的人，甲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拄着拿但业，就甲伊讲：摩西记哩律法甲遮的先知所记的，我已经拄着伊，就是约瑟的囝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甲伊讲：拿撒勒检袂出啥物好物吗？腓力讲：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就近伊，就指伊讲：你看，真正是以色列人心无开窍的。拿但业甲伊讲：对倒落捌我？耶稣讲：腓力还袂叫你，你伫无外国树骹，我已经看见你啦。拿但业应伊讲：拉比，你就是上帝的囝，你就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应伊讲：因为我甲你讲，我已经看见你伫无外国树骹，你就信吗？你要看见的代志比遮个较大。佮甲伊讲：我实是甲恁讲，你要看见天开，上帝的天使降落伫恁主的顶面。以上，愿上帝的话祝福听咱伊的话的人。即摆咱请教会诗班来吟诗学乐，伊要吟的诗是《耶稣给你平安》。
原咱现西瓜食做芳芳的济。再去牧师要用灵捌基督诚做器皿来甲咱分享。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满心感谢你，伫主你成的主日，主你搁一摆呼召阮来到伫主你的殿院，主阮来到伫遮，无为着甚物，因为阮要单单来到伫主你的面前来献上阮的敬拜甲学乐，因为主你的恩典，互阮安尼教育通用，互阮伫阮的日常生活中。虽然有当时有缘会拄着恶担当的事，但是因为阮有主的通靠，直到阮伫逐样的代志顶面，阮拢会通安尼伫主你的带领甲下面引带下面会通安尼有风险，但是一切拢有平安。愿你的神也不断来对阮讲话，来提醒阮，互阮伫阮的日常生活中。真正会通活出主你爱阮活出的款式，互主你的名得到荣光，安尼恳求祈祷，靠着主的圣名，阿免。伫咱伫咱顶礼拜开始，咱迄个教会的节期就安尼进入伫即个对即个主的受洗，即个安尼进入了过来，就进入了咱的即个叫做教会节期的第一阶段。的即个上年期，伫即个阶段，诚做教会建造信徒一个真重要的一个时期。今仔日咱要对咱所领受的即段经段内面，搁一摆来重新来思考，要怎样诚做上帝真要紧的即个器具。伫咱今仔日的即个经段内面，咱通看见主耶稣伊伫咧传福音的即个初期。伊伫遐，伊有伫遐安尼，咱讲呼召着即个几个学生。即个中间伫咱今仔日的经段内面，有包括就是即个腓力、安德烈、彼得，甲着即个拿但业。伫今仔日咱规个即个经段是会通讲伫咧其他的即个强观福音，也就是伫咧马太、马可、路加即个内面所无的一段记述。咱通对伫约翰福音的第1章对35节一直到42节，咱就通知影，就是是安德烈来带着即个彼得来到伫主耶稣的面前。搁咱今仔日的经文讲到主耶稣伊会去伫遐拄着即个腓力，有可能是安德烈对主耶稣的介绍。伫迄个所在咱通看见，因为因拢是伯赛大的人。安德烈伫咧主耶稣的即个门徒内面，咱也看到规本的圣经，又特别伫咧新约内面的即个记载内面，伊并无有安尼讲，无真有名，却因为伊的迄个介绍，即个西门彼得后来成做主耶稣一个真要紧的即个门徒，伫咧即个传福音的中间一个真要紧的一个真重要的一位的即个使徒。腓力诚做伫咧后来，腓力伊诚做迄个伫咧外邦伫遐宣扬福音一个真要紧的即个使徒。所以咱就通看见讲，虽然咱看起来是一个真小的即个角色，却是做成一个真要紧，会通安尼改变一个规个教会一个宣扬福音一个真要紧的一个安尼讲小小的螺丝钉。伫咱今仔日咱所读的即个经段内面，就是当主耶稣伫遐呼召腓力了，腓力伊就两边立刻马上就伊去拄着即个拿但业，伊就伫遐讲迄落安尼就甲即个拿但业讲啦，讲摩西记伫律法，甲着即个遮的先知所记的，阮已经拄着啦。阮拄着伊就是即个约瑟的囝拿撒勒人耶稣。伫即个所在经文内面讲拄着，甲着耶稣拄着即个腓力即个字是共一字。伊个原文的意思是啥？是吹着，是找着了，找着了。所以
伊迄个意思是有主动的迄个去敲找即个人的即个意思，也就是讲，即个毋是安尼讲凊彩多去安尼偶尔去拄着，乃是伊是有目的的，伊是为着要专工去找即个人的，所以主耶稣伊专工去找腓力，伊伫咧中间安尼，后来即个腓力诚做伫咧迄个外邦的即个使徒内面做真要紧的即个工作。这也就是为虾米迄个腓力一个拄着即个拿但业的时阵，伊会讲安那讲遐对咱也看伊伫遐讲的遐话，咱讲即个人安尼去安尼拄着人无头无尾，就甲讲安怎吼，因为伊是有目的要去找着即个拿但业，期待伊会通即个拿但业会通甲伊共款。得到因原本迄个敲找久的迄个弥赛亚，但是咧，即个拿但业伊却是伫咧咱若伫咧经文内面，咱能看见讲拿但业却是甲伊讲安尼讲，拿撒勒也会出啥物好物嘛？腓力伊就讲一个真要紧的话，伊讲啥？来看，伊甲讲你来看。当人对另外一个人有偏见，是无认捌的时阵，伊有可能会安尼戴着一个咱讲有色的眼镜，是讲安尼用着一个安尼异样的眼光去看待另外一个人。共款，咱若是毋捌听见主的声，嘛共款安尼认袂出，迄是上帝的声音。伫咧旧约的就安尼一个例，过去咱也有机会去读到即个撒母耳旧约撒母耳上卷第2章开始，伫迄中间讲起着即个大祭司以利，伊有2个囝，即2个囝安尼圣经内面讲即2个囝真匪类大祭司的囝依然继续诚做。伫咧圣殿内面咧献祭的祭司，但是即2个囝非常的匪类，圣经内面讲，即2个囝伊毋但匪类，搁毋捌上帝，毋捌耶和华，所以就伫咧安尼百姓伫遐咧献祭的时阵，无照期间伫迄个原地本地应该爱，像讲即个应该是才会爱经过煮食。是有诶，是爱经过烧掉诶，烧祭。但是咧，伊甲迄个献祭诶迄个礼物，内面伊家己要爱，就将迄个无照着迄个应该爱有诶献祭诶迄个礼仪甲特殊，伫遐来安尼，咱讲安尼伫遐吞达上帝诶这祭物，所以佫毋难呢，佫。伊伫迄中间，即个做老爸的即个大祭司以利，听起伊的囝安尼遮尔匪类，伫遐甲警告，佮安那，佮甲讲我佫有听见讲恁也伫咧即个会幕的门口，会幕门前做工的遮个妇人人有疏通，所以伫咧即个过程内面，即个以利伫遐。虽然伫遐警告伊的即2个囝，但是咧，伊却无继续来禁止因继续伫迄个所在来吞达上帝祭物，直到因为以利伊尊重伊的囝，较过头伫尊重上帝，所以上帝就救助以利伊的全家。所以当上帝伫遐救助伊的即全家的时阵，咱会通对即个撒母耳上卷第2章31节到34节内面，会通看见上帝对伊的迄个救助。落尾手，上帝兴起了伫咧即个以利的即个家伫遐大汉，迄个撒母耳，上帝伫迄个所在伫遐咧兴起伊的时阵，佫伫遐对伊讲话。所以当后来即个囡仔撒母耳。伊是
自断领了，就去到伫圣殿，伫咧上帝的面前伫遐服侍。所以即个撒母耳芦苇手，伊就安尼伫咧圣殿内面服侍耶和华也伫遐来服侍即个大祭司以利。有一天，即个以利即个安尼撒母耳，伊伫遐安尼伫咧圣殿内面一个角落伫遐咧困。上帝的顶犹原也未花，伊就伫迄个所在，安尼伫上帝的约柜的迄个边仔遐伫遐咧困。耶和华就伫迄个中间，伫遐叫着撒母耳，伫遐讲撒母耳，撒母耳。伊怎啊伫遐讲我伫遮？伊就走去到伫即个祭司以利的即个头前，伫遐讲我伫遮，因为你叫我。以利甲伊讲我无叫你，因为安尼你通倒去困，伊就搁去困。安尼耶和华搁一摆伫咧伊咧困的时阵，搁一摆叫着即个撒母耳，撒母耳伊就搁起来，伫咧迄中间搁走去甲以利遐，讲我伫遮，因为你叫我。即个以利就甲因讲我的囝，我无叫你，你搁倒去困。所以伊就伫迄个中间，安尼撒母耳因为伊抑阁毋捌耶和华上帝，虽然伊伫咧圣殿内面伫遐服侍，犹原也毋捌耶和华上帝，所以耶和华的话也未对伊有任何启示。耶和华第三摆来对撒母耳讲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伊又阁起来，去到伫以利的即个迄个面床边，伫遐讲我伫遮，因为你叫我。以利伫咧即个时阵，才知影讲是耶和华伫遐咧叫即个婴仔，即个囡仔，就对即个以利甲即个撒母耳讲，你搁倒去困。当你安尼，迄落你搁倒去困，伊若叫你的时阵，你就讲耶和华，请你讲，请你讲，你的奴仆听。所以，即个撒母耳伊就搁转去到伫伊咧困的所在，伫遐困。耶和华搁一摆伫遐来对伊来甲叫撒母耳，伫遐撒母耳啊，撒母耳。即时撒母耳伊听见啦，伊就讲，请讲，你的奴仆在听。耶和华甲即个撒母耳讲，看我伫以色列中间要行一项事。互听见的人，两个耳孔拢要着起来。后壁伊就讲起了以利，伊伫咧做大祭司，以及伊的两个囝所做遮的。伊讲我原底本底对因所讲所有遮的咒诅，拢要甲成啦。所以当上帝安尼，伊伫遐安尼对着即个撒母耳讲起伊所有对以利的即个家嘅遐咒诅了，后来安尼到伫天光，即个撒母耳安尼就伫咧中间安尼点来将即个即个耶和华的即个殿门慢慢甲拍开毋敢将伊看见听见的遮个来对以利来讲。以利毕竟伊是大祭司，伊知影讲有代志来发生，但是伊毋知影，所以伊就将即个撒母耳甲叫过来，伊就伫咧迄中间伫遐来问起，伊就讲我的囝撒母耳伊就讲耶和华对你讲啥物？求你毋通隐瞒伫我，若将伊所甲你讲的话对我隐瞒一句。愿上帝加倍责罚你。所以撒母耳就伫安尼的迄个情况下面，伊就安尼讲一五一十的将上帝对伊所讲的，伊就来讲互以利听。以利只有干那讲一句话，伊讲啥？伊讲是耶和华愿意照伊所看最好的来行。伊无伫咧迄个中间有任何诶迄款安尼，咱讲安尼心内有啥物款诶背叛
伊只有干那伫遐讲，愿上帝照伊所看最好的来行。落尾手撒母耳安尼渐渐大汉，耶和华甲伊伫地，互伊所讲的无一句无应验。但是怎啊安尼，伊就取代了当初时的即个大祭司以利，伊对伫以色列对但一直到别是巴，所有的以色列人拢知影，撒母耳受设立做耶和华的先知，所以伫咧迄中间，耶和华也伫咧即个示罗以及伫咧侪侪所在，安尼对撒母耳来安尼启示伊的话，所以撒母耳的话，伊就片段伫咧即个以色列中间，安尼，咱通看见着伫咧即个故事的内面，就算讲是祭司，虽然因执行着遮个祭，咱讲祭司的所有的遮个礼仪，因却是毋明捌因所敬拜的迄个对象，甚至吞踏即个上帝的祭司的遮个礼物。即个祭司以利虽然伊遵守侪遮个祭司的遮个要求，但是论真讲，只有会通讲叫做行礼如仪。对伊的两个囝的遮个行为，伊无有任何实际的作为。伊尊重伊的囝，较过头伫尊重上帝，直到上帝的咒诅就临到伫伊的家。今仔日咱犹原共款伫咱的咱即马做咱将做一个基督徒，犹原有一寡基督徒共款袂明捌咱的主的声音。虽然讲伊是基督徒，却毋捌咱的主，嘛无活出主爱咱活出的迄款款式。有诶信主久久安尼看袂起一寡遮个民间信仰的遮个朋友自高自义，掠家己是基督徒，就安尼咱讲自己是基督徒就高人一等结果伫咧生活中所活出来，连无信主的人，遮个朋友因嘛害头。有诶看家己较过头伫别人，甚至通讲根本就会通讲叫做毋惊上帝。当圣神伫咧伊的内心伫遐提醒伊的时阵，因为毋捌上帝声，好定迄是上帝对伊讲话。有人安尼伫遐读圣经的时阵，伫遐拒绝上帝伫咧伊心内来做主做王伫遐意爱听家己的声音，较过头伫听主的声音。读圣经总是伫遐指着别人，指责别人伫遐安尼会毋信，却毋知影家己嘛是安尼，咱讲叫做空有基督徒的即个名分，却无基督徒的实在。过去咱的信仰的先辈伫遐安尼对咱讲安那讲，咱的信仰如果咱若是安尼叫做照本宣科，伫遐行礼如仪，咱的信仰就会落伫咧叫做一代清，二代明，三代安那无无明，第四代牧师你请我无用，第五代咧就神明满处经。安尼咱怎样伫遐来看待咱家己？即个咱家己家族的即个信仰，到底咱的信仰是伫咧啥物款的一个健康的内面？佮咱是毋是亲像即个祭司以利共款，尊重咱的儿女，较过头伫尊重咱的上帝？现在咱的儿女伫咧即个礼拜即个时间的时阵，是你的囝，你的咱讲你的囡仔，伫咧注意到的即个时间。也有伫咧礼拜堂内面伫遐来敬拜上帝，是有伫咧即个注意到的教室内面伫迄个所在伫遐上课，是因是伫咧礼拜堂，是伫咧注意到教室外面伫遐咧啰啰嗦。咱的主要怎样来看待你？怎样去教导你的儿女？佮你怎样要活出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迄个款式，互你的儿女来伫遐来学习，来伫遐来跟对。
我相信这是伊哩是咱一个真讲会通讲上好的一面镜。主耶稣安怎讲？伊伫迄个所在，伊伫遐讲，我捌甲伊讲，我要为着伊所知的罪，永远审判伊的家。因为伊的囝家己就咒诅，佮伊也无禁止因，所以我有对以利的家咒诅讲：以利的家的罪过，虽然这是礼物，永远袂会赎回。所以今仔日，咱的即个信仰的里面，伫咱头前安尼所分享的即个撒母耳所受呼召的即个故事里面。撒母耳伊对细汉就伫咧耶和华的即个殿院伫遐成长，佮互祭司以利来伫遐来教导大汉，所以迄时伊犹原嘛共款，还未认捌着即个耶和华上帝。耶和华的话无有安尼，也未有启示互伊。但是当以利伫遐教导伊，讲怎样听。佮怎样来应答耶和华的呼召的时阵，伊随时就知，随时就认出即个声音。落尾，伊就安尼成做耶和华上帝伫咧以色列最后一个的士师，以及后来受设立成做耶和华的先知。所以伫咱今仔日所领受的即个经段内面，拿但业。原本伊嘛无认捌主耶稣，伊甚至对腓力讲啊啦，伊讲拿但迄个拿撒勒敢有出啥物款的好物嘛？但是当腓力伫遐来对伊来邀请讲来看，伊就伫咧迄个中间安尼无有拒绝，伊伫遐安尼甲着就因为安尼伊无有拒绝，就甲着即个活命的主安尼来伫遐相拄。伫咧即个咱所在伫咧即个所在，咱通看见主耶稣是怎样大声来呼召着即个安德烈，后来搁去安尼去找着即个腓力，因为当因甲着主耶稣相拄，得着主耶稣的呼召，甲着邀请，因就欢喜来放下一切来跟对主，伊搁真。安尼积极伫遐邀请着因的朋友，就算拿但业安尼用着咱讲真不屑的这种语言来对伊讲拿撒勒检会出啥物好物的时阵，伊无法度替耶稣来做任何的评解。腓力甚至嘛无对耶稣的认捌嘛非常的有限。但是腓力伊无放弃对拿但业的迄个邀请，伊伫遐讲来看。各位兄弟，主耶稣伊期待咱，拢会通亲像安尼，即个诚做亲像腓力共款安尼一个人，真积极伫遐邀请着人来认捌着咱的主耶稣，佮真积极来邀请安尼，佮。就算讲安尼检采，咱无有喙水，对圣经嘛无有真深的了解。但是当咱有一粒愿意的心的时阵，伊伫咧所在，咱就要成做上帝所要爱使用的器具。检采咱能力有限，但是咱的主伊是无限的，所以。伊欢喜咱参与伫咧宣扬福音的即个行列的内面，所以咱的主伊真欢喜安尼遐个知影安尼，佮愿意去行的。咱的主伊无欢喜遐个知影却无愿意去行的。咱的主伊欢喜咱的是知影却愿意去行的人。所以伊期待咱。当咱伫遐听见着主安尼在叫的声的时阵，咱会晓得回应讲，请讲，你的奴仆在听。嘛，期待咱会通诚做，甲着亲像腓力共款，对咱的亲人、咱的朋友，也是咱的福音朋友讲，
请看。咱安尼伫咧教会内面，有个人伫咧教会久久，但是我毋知影讲，咱伫咧教会，你到底对你家己的信仰，以及你要怎样来回应咱的主对你的邀请？我讲一个上简单的咧，就是有关着探访。咱的探访应该是需要真主动积极的。圣神来感动着咱的时阵，咱应该爱用着主动的心去电话去关心你迄个圣神伫你的心内，意爱你去关心的人，毋是只有干那关怀组、会理长老伫遐咧做关怀事工。咱每一个兄弟拢应该成做迄个关怀的人。当圣神伫你的心内，伫遐对你来你提醒，有某一个人，我若像足久无看到伊的时阵，咱敢有欢喜要伫咧迄中间，伫遐主动来敲电话，来伫遐来对伊来安尼关心讲我哪会最近像拢无看到你？亲像菲力同款，伊伫遐来主动去邀请着即个拿但业同款，伊伫遐真有目的，伊知影讲伊所关心的即个对象但哪会我无看见伊，我期待伊甲我同款，会通来领受上帝的即个祝福。伊就伫迄个中间伫遐来敲电话来主动来关心。当咱若伫遐安尼咧关心的时阵，咱无需要伫遐讲，咱就一定爱讲安尼敲电话甲即个会理长老讲会理长老迄个某咪人伊足久无来，咱就家己本身咱就应该会使主动去联络，毋是拢爱伫遐诚做迄个被动者。咱伫咧中间，咱伫遐来关心着咱的即个朋友了，甚至咱会通因为咱有甲伊联系过了。咱会通知影着伊的情况，再来甲咱的关怀组会理长老来甲报备讲即个某咪兄弟、某咪姊妹，伊有拄着啥物款的代志，需要特别的关心。甚至你会使阁招2、3个咱的会友，嘛无需要，嘛无一定逐项代志拢一定是安尼邀请着会理长老，咱就会通安尼找着即个咱所关心的对象。伊的安尼讲，伊所熟悉的，安尼咱讲伊较马子的同齐去甲关心。伫迄个中间了，关心过了，才来转来甲咱的会理长老讲即个某咪兄弟、某咪姊妹，伊需要来得到关心。教会就会通来启动透过着会理长老会通来安尼邀请着咱的小会员、咱的长级来伫遐来关心着即个兄弟、即个姊妹。透过安尼，咱的迄个关心，毋是干那局限伫咧牧师甲着咱的关怀组的即款安尼的探访，咱家己本身就会通做，就甲亲像今仔日咱的经文内面所讲的，腓力伊伫迄个中间，伊伫遐主动去找着即个拿但业，安德烈伊伫遐来着主耶稣来引荐着腓力，就安尼。即个上帝，迄个上帝国的即个伊传福音的即个国度的即个福音，就安尼伫迄个中间来拓开。今仔日咱教会是毋是应该嘛是共款，爱不断伫迄个中间，咱爱有一个迄款主动的心，咱毋通想讲咱家己我只不过是干安尼咱讲nobody， 我不算什么，咱哪会知？因为你一个。小小的动作，你一个小小的关心，你伫咧中间，伫遐来关心，伫遐来安尼关心你安尼所伫意的遮个朋友，互因就因为安尼来领受着上帝的疼。安尼的时阵，哪知你所做就要结出侪的果子伫咱的教会内面，互侪人来去得到上帝的疼，敢毋是？所以咧，兄弟，求主帮助咱，互咱真正会通欢喜来安尼诚做学习即个安德烈来着
耶稣来引荐，然后引荐的回列共款。有啥物款的兄弟，有啥物款的信徒，有啥物款的朋友，因有啥物款的才调文士，会通好邀请哦，就通互牧师，互咱的小会员来知影，互咱会通来去主动来去邀请，互因会通加入即个规个教会的即个服侍的即个团队内面，就较亲像讲安尼，讲。有个人会感觉讲这就是牧师，也是咱的长老，你应该会知影的。咱的会友内面，咱大家人拢伊有啥物款的文书，拢应该会知影。这就较亲像讲，有个夫妻内面，有个翁仔某，安尼，甚至有当时因为一寡安尼沟通不良，伫遐冤家，结果咧就是因啥物话拢无爱讲，伫遐讲。伊是我的枕边人，他就应该要知道。咱如果是安尼的时阵，会递告，反而产生了那种关系的破裂。咱要要求对方啥物代志拢知影清楚明白，咱心内所想的，这是叫做无可能的代志。咱着爱适时安尼，毋是安尼一成不变。照着。安尼，咱所关心的对象的需要，咱需要去做出迄种正确的迄个服侍。教会内面有个人期待，安尼会通，算讲安尼有人去关心，但是咧，伊期待讲莫足侪人来甲我关心，但是。莫一困后来足侪人，但是有个人足期待的是来到阮兜的时阵需要有足侪安尼，咱要去甲关心的时阵，咱就会通问清楚，来互即个咧关心的人会通有做一个正确的即个奉事，敢毋是？期待咱安尼南阳教会咱所有的众家人们，咱会通安尼。亲像即个安德烈甲着腓力，咱拢是安德烈甲腓力共款，因拢是主动积极伫遐来邀请，来伫遐无放弃伊对迄个服侍中也是讲伫咧关心遐个伊所关心的遮福音的朋友的顶面会通伫迄个中间，为着就是期待因也会通甲咱共款，伫遐领受上帝的听。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伫咧面对着咱今仔日咱即个生命处境的时阵，信心不断来光照咱，来帮助咱，互咱伫咧未来，咱会通搁较有主的迄个款式，互咱也会通学习着遮个门徒共款，安尼真积极主动来伫遐关心着咱所注意、咱所关心的对象，就咱要看见上帝听。踮伫咱的教会内面，毋是迄个只有几个人伫遐来参与伫咧教会的事奉，乃是咱全教会，咱所有全部的咱的兄弟姊妹，同齐伫遐共同来参与，就要安尼，咱就要看见圣神的轨迹，要伫咱的中间不断伫遐来结识做。互侪人的生命来得到改变，伫遐甲主相拄，来伫遐来得到上帝的恩典甲祝福。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满心感谢你。主，阮知影，阮对主你的明白有限，但是主你是无限的。主你欢喜阮安尼。及时的回应，互阮伫阮的日常的生活中，伫阮的处境的内面，主帮助阮会晓得时常来回应主你对阮的呼召，以及主你伫阮心内的任何的感动。不管是伫咧关心人的部分，是参与伫教会的任何的事奉。当圣神伫阮的内心底下有一个迄款安尼的起心动念的时阵，主你就帮助阮，互阮会晓得及时来回应讲，我伫遮找我，互阮的生命
无搁再是迄个食奶的婴仔安尼的迄款的性命，乃是阮要食单娘，会通伫阮的信仰中来展现出阮是主理的学生，搁有阮是对主理领受有主理的疼，甲着主理的迄个呼召，互阮伫逐样的奉事的顶面，互侪侪人因为阮所做来得到上帝你的祝福。主上帝，阮搁一摆将阮家己摆伫主你的面前，愿主圣神不断来启示阮、启发阮，来光照阮，互阮会通看见主你对阮所呼召、爱阮所做是甚物，阮就欢喜来回应，欢喜来参与伫迄中间。不管是伫咧教会诗班、团契的事务，以及主日的老师，遮所需要参与的事工，以及伫教会侪遮关怀事工，主你家己亲自伫阮的中间来感动阮，互阮无真济迄个只有干领受，却无愿意来安尼同心参与伫迄中间，来成做迄个邀请的，成做迄个服侍的一份子。愿你的神不断来提醒阮、帮助阮、启发阮，祈祷拢上过做出佢的圣名，阿免。当咱来唱回应诗歌，献诗440首，献诗440首，救主趁我夭幼子，我心夭幼子，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坐。咱要奉献，请简秀美执事、吴素锦执事。
较济。咱当报告的先来介绍几位新来的兄弟。第一位一个徐子瑜姐妹，她是自己走进我们教会的，好，她就读凯旋国中，等下可以请青少系的会友去关心一下，好，欢迎她。然后还有两位是牧师的同学，请牧师介绍。咱真欢喜陈根是牧师娘伫咱的中间同齐参与伫咱的敬拜。我新人院的同学我伫咧学校内面，我算我迄届我上老啦，你有看种帅哥吼。咱即摆来看报告的事项。咱报告台先嘛先来念今日的金句。金句，这用新译本的，咱用华语来读。第一夹页内底，有很久咱来读。他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上帝的使者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即摆咱看报告的事项。第一点，本主日是总会锁定国内外宣道奉献主日，请兄姐关心并为传道事工奉献及代祷。第二点，原定本主日礼拜后召开主日学教员会。合并于下一个月再召开。第三点，因应干事20日上午参加花莲亲人的告别式，下午干事休假调整，下礼拜干事休假调整为19日礼拜2的下午跟20日礼拜3的全天。第四点，朗阳教会70周年献堂意见调查表以及朗阳教会华语礼拜需求调查表2项意见调查表将于20日截止收件，请尚未填写的兄姐，及早表达您宝贵的意见，可直接送至办公室或传真 email，填写后照相用来回传都可以，逾期不受理统计。第五点，下主日前请各团契小组的会长组长将施工报告电子档寄回给干事。一例合会手册的印制，会员合会将于2月21日召开。第六点，25到29日，林牧师因台神的教牧博班的密集课程不在教会，牧师不在期间，若有紧急的事情，可以先通知代议长老冯林慧长老及陈慧丽2位长老先行处理。牧师回来后接续处理未完整的事宜。第7点，31日礼拜后，亲爱神人团契邀请神学生潘兴龙老师来分享初探大卫包生谈新约，邀请兄姐参加。分享后召开长执会及小会。第8点，松联团契于上礼拜4第一次周间聚会，会中讨论决定而后周间聚会定于每个月第2个礼拜4的上午9点半开始。内容规划有高龄者休闲运动、诗歌欢唱、读经分享、书法、绘画、医疗用药尝试、桌游等等。聚会皆于一起享用中餐后结束，欢迎60岁以上的长辈参加。第9点，朗阳教会60周年纪念刊物开始征稿。一直即日起到4月底为止，请兄姐踊跃写出您的感谢、赞美、意向、见证、分享，以及在朗阳教会的小故事。邀请每户都缴交3到5张的生活照，作为教会备信资料来源。如果有不方便书写的兄姐，
我们会有特刊的采访组，用访问的方式记录稿件及照片，请交至办公室或交至特刊编辑组长李恩兴执事。电子档也可以传到教会的 email。我们再看肢体消息。第一点，礼拜后招待桌上有立泽点教会为建堂义卖的花莲富里米，每袋4.5公斤，300元，欢迎兄姐认购。第二点，18日于济南教会七星中会举办70届第2次中会议会，林牧师还有冯林会长老、陈慧丽长老2位长老要代表参加。第三点，24日下午3点于宜兰教会举行陈志恩牧师就任该会青年牧师受职感恩礼拜。第4点，25日于济南教会七星教会举办第70届组织会。第5点，30日上午9点到下午3点10分，于济南教会七星中会教育部举办2021年第1次长职培训，主题长职职分与执行。讲师是黄春生牧师，每位报名费是100元，然后教会会全额补助。请长职于25日前向办公室报名，然后会统一上网报名。第6点，30日下午2点，在罗东佳音书房举办乔迁音乐祝福会。他新址在罗东镇纯金路2段82号。当天礼品有85折，5000元以上可以打8折，请把握。第7点，故蔡发奇牧师入殓火化礼拜定于2月6日上午10点在罗东寿园。告别礼拜于下午2点在罗东长老教会举行。第8点，台湾女子神学院于2月23 9点到下午5点10分，还有24日的早上9点到中午12点40分，在本会举行生活与灵命课程，寻找与神相遇的途径，我的故事，我的梦。密集课程报名费每名1800元，教会会补助一半，欢迎有兴趣的兄姐报名参加。在2月16日报名截止，详情可以看公布栏及招待桌上的简介。代祷事项在幕会栏上面，请我们自行来参阅。即马来因上言507首，上言507首，言光归献俾上帝，请起。先等一下。那这平安。咱头拄已经有报告吼，另外一个就是迄个三星教会的长老有迄个叫啥杜奇丁吼，大斋丁吼，迄个那个义卖吼，一盒是600块吼，因还佫有剩3盒票，剩3盒吼，若有需要的吼，会通好来嘛共款来。伫咧要伫咧倒位，伫咧办公室迄边，迄个物件伫咧办公室头前遐啦吼。所以请咱再来，若有需要的人就来来甲因订购。共款搁一届来鼓励咱兄弟，如果你若伫咧信仰顶面，你有一寡安尼无真，就讲一直伫遐咧敲找讲你到底像有包括你家己。有当时伫咧生活上的祈祷也好，也是讲你伫咧甚至咧困中间做梦，但是迄个梦可能对你有感觉讲有啥物意思，但是你又搁毋知影。欢迎你来上即个咱伫咧头拄具体消息第8项吼，即个王荣义牧师要来上的即个课吼，寻找与神相遇的途径，我的故事，我的梦吼。虽然讲伊即个课程吼是用2天吼，第1天拜2是全天，第2天是半天但是我想如果恁若欢喜伫咧迄中间，甚至请假来上，我想对恁拢是非常有帮助吼。因为王荣义牧师的即个课伫咧台北，甚至伫咧嘉义几啊位拢有真好的迄个
大家人的迄种回响，吼，所以期待咱若伫咧信仰顶面，咱一直伫遐敲揣，毋知要揣无答案的，吼，即个课程检测会通对咱有侪的帮助。教会阁为咱来补助一半，吼，所以欢迎咱来去会通来报名参加，也请咱的中级尽量会使，即个1月30号的即个中级的即个培训，咱会通尽量来拨时间出来参加，互咱阁较清楚知影，咱诚济教会中级你应该爱有的执行、积分，甲着咱着怎样来执行。吼，这个事搁咱如果你若迄个咱顶会发的即个意见调查表，吼，还袂填的，请赶紧尽量提早来填。你若咱伫咧咱的教会的群组内面嘛，拢有即个调查表的电子档，吼。如果讲你若讲安尼要期待即个国外咱的会友，吼，嘛提出宝贵的意见，吼，赶快嘛欢迎因提出来，吼，但是爱记哩，吼，一定要署名，没有署名的一律那个不列入记录调查，吼，因为咱是需要透过安尼知影讲，即个资料有确实也无确实，吼，所以请咱安尼来注意。搁过来就是31号，咱的即个迄个礼拜后，咱有邀请到即个咱的神学生新荣，要来分享即个大卫包森谈新约的即个部分，就是咱国外，咱伫咧今年度，咱会有即个透过着读即个看大卫包森的即个影片吼，了解，就种用差不多用1点钟的时间内面，有差不多40分钟的时间。咱透过看影片，伊伫遐来安尼分享着对伫新约内面一贯一贯伫遐咧讲了后，咱后壁差不多20分钟的时间，会通有一寡讨论甲迄个分享，吼，这对咱的信仰顶面也会通有真好的造就，所以欢迎咱的兄弟会通留落来，了解讲国外咱的新学生要安怎来带咱来安尼来做即个初探大卫包森的即个谈新约。咱伫咧今年四季的内面，咱嘛共款，咱会有四本的即个和合本修订本的即个安尼迄个注释的即个的课程吼，查经的课程咱会伫咧每一季有一本安尼吼，请咱敬请咱期待安尼。以上的补充报告。即摆请来因上演507首，咏根归献俾上帝，请起立。是阮的主，阮满心感谢你，主你透过着你家己的话语，搁一摆来提醒阮，主阮着应该爱来安尼伫圣神的提醒内面，阮受着唤起，诚做亲像主你的学生安德烈、菲烈共款，阮会通伫阮的日常生活中用着主动积极的精神，不管是伫咧关心是邀请，互因阮所关心的对象，阮的这福音的朋友，互因甲阮有份通，甲阮诚做助力上帝国的儿女，你的诚做主要所的学生，互阮会通活出主你应该你期待阮所活出的款式，
互侪人因为阮所做，看起来那亲像无真大的事，却是侪人因为阮来得到上帝的祝福。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胜。各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了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正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